哇！慢慢，唔使急，係真係唔使急。好，而家嘅時間係下午2點鐘，報時先。好啦，各位午安啦。咁未開始之前，先多謝即係依個活動有份幫手嘅所有朋友，同埋今日出席嘅朋友，因為即係有啲好千里迢迢由好遠嘅地方嚟出席今日活動。咁今日係有少少唔方便，因為今日有馬拉松比賽咧，咁我行過嚟咧都要好有技巧地咧，要兜路咧先行到過嚟。好啦，事不宜遲啦。咁啊，當然頭先兩位學術界前輩都講咗，哇！先俾個歌本你帶下嚟，好唔好啊？係啦，講到關於邵家臻唔同嘅面向啦。咁琴日啊，成明教授都係啦。咁講到關於呢一個即係2010年代嘅即係社會運動。咁呢個題目對我嚟講係一個完全陌生嘅題目。第一，一定唔係我研究範圍。第二，你話喺香港做，唔好話學術研究啦。你話喺香港主流媒體講囚權，你喺一個主流社會裏邊講囚權咧，第一樣嘢一定會俾人冠以一個非常之負面嘅觀感啦。即係跟住一大堆嘢就會出嚟㗎啦，就係話哇班友仔監緊嚟嘅喎，講咩權利啊？坐監啫，你個油浮咩？係使唔使要依個冷氣啊？使唔使依樣嗰樣嚇？已經唔好講到就係話香港嘅媒體對於囚犯其實係不友善嘅嚇。通常你都會見到主流媒體啦，特別唔好講到話而家，講到以前。講到關於囚權，一定係嗰啲即係有個犯唔知咩原因襲擊其他人，或者可能最多會講嘅新聞咧，就係屠獄。咁但係我諗香港屠獄就真係非常之少見，因為實際上真係可能香港監獄本身嗰個設計，或者我用翻我有個學生啦，我個學生其實做緊懲教處，我仲記得就係呢5年咧，好多朋友都同佢絕交嘅。咁啊，最近佢結婚啦咁樣，咁都應該冇乜我以前啲學生啦，同去個餐去飲噶啦。咁就佢有時都會講一講翻，就係關於即係監獄裏邊嘅嘢啦。咁當然，如果你同佢講囚權咧，我都希望 keep 翻個學生唔想同佢絕交啦，因為我都唔係一個與人維護嘅人嚟嘅。咁但係即係第一樣嘢就希望透過佢同佢傾偈，知道裏邊發生咩事，都係一個好實際嘅一個作用喺度嘅。咁當然喺頭先，我諗阿清橋都講咗嗰幾本書嘅一啲即係讀書會，咁呢度我唔重複啦。咁如果我講到關於囚權，咁其實有相關，特別係佢離世前有4本書，其實講到同坐監有關嘅，就係《坐監記》啦，2020年有《石牆花》、《分花》同埋《坐監記》及其他2021年啦。嚇，咁你發現一樣嘢得意喎，就係話佢唔係一個好四平八穩，真係將本書嘅重點咧撮要出嚟。佢更加似係將成本書一啲3byte啫，即係可能佢真係雙子座啦。咁所以其實作為一個雙子座，語不驚人死不休啊！特朗普都係雙子座啦。咁當然唔關佢事啦。今日係啦，都係一個可能佢作為認識邵家臻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標誌嚟嘅。咁啊，然之後有坐監情緒學，更加去到佢離世之前嗰2本書咧，係更加用一啲短篇嘅形式去到講一啲即係喺監獄裏邊經歷，同埋喺監獄經歷過程裏邊對佢內心、對佢思考或者對情感各方面嘅一啲反應嘅。咁跟住就有一本啦，就係《字裏囚監》啦，就係佢離世之前最後一本書，2024年啦。咁當然你見到喺今日PowerPoint 裏邊都有相關資料啦。咁但係我教咁多年學嘅經驗啊，我冇教過書，因為我真係冇試過本書教啊嘛。咁教學過程裏邊咧，呢啲都係俾大家睇。咁但係最主要就係話究竟睇呢個資料過程，咁可能網上面或者睇嘅喺現場嘅朋友文字好快睇晒啫。咁但係其實係咩回事咧？譬如話頭先我講到囚權，我唔好講到學術研究啦，我講到主流媒體講囚權一定係好負面嘅。
或者甚至有好多一啲新聞嘅報導或者一啲專題嘅書寫講到囚權咧，第一冇呢個概念啦嚇，你就算你講到話有囚權呢樣嘢，都可能係2019年之後，因為好多嘅一啲青年罪犯因為參與2019年運動入獄，而佢哋喺獄中嘅遭遇啊，然之後有一啲可能直接間接未必同運動有關。如果大家仲記得2年前，其實甚至有一啲青年罪犯，後尾都轉接經過報導，就係話喺獄中係受到性侵犯啊各方面咧，咁先慢慢留意到就係話，特別係年青人、青年罪犯嗰個囚權咧，慢慢先受到注意。咁但係喺我哋理解呢個題目嘅過程裏邊咧，特別喺而家第一，我哋喺海外，咁當然其實唔喺香港啦。咁所以即係亦都好難。第二樣嘢就係話喺香港，究竟報導囚權會唔會觸犯國安法或者煽動罪咧？咁其實喺而家去理解呢個問題，喺而家香港媒體嘅嗰個生態係更加難嘅。咁當然第一樣嘢啦，就係即係定義啦。咁咩叫囚權咧？咁當然你會見到喺學術上面啊各方面。但係如果你話從邵家臻角度理解囚權咧，其實只不過係一樣嘢好簡單，就係話俾一個因為做錯嘢受到懲罰嘅人，佢喺入邊唔係受盡體制、人事或者係過程裏邊嘅羞辱、侮辱。如果我哋相信喺應該係80年代啊，由呢一個監獄處改名做懲教處背後嘅動機就係話懲罰係一個部分，但係教係一個重要部分嘅話，喺教嘅過程裏邊，我哋有冇尊重喺裏邊嘅每一個？咁當然，如果你話嗰啲真係好重犯啊，即係好似英國即係最近嗰啲一家殺3口嗰啲，咁可能有另計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一啲好嚴重嘅罪行，或者甚至佢其實真係做錯一件好細嘅事，或者只係因為參與過2019年咁。喺司法程序裏邊，對呢啲人已經係受盡各方面嘅折磨啦。然之後入到去，佢面對另一個過程，就係話佢喺監獄裏邊，第一特別係青年罪犯，佢完全係冇心理上面嘅準備。第二方面，有可能佢哋家庭因為佢參與個運動，佢同家庭嘅關係破裂。即係甚至都有聽過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過啲電影，都有講到就係話，即係俾父母趕到出去，咁然之後參與運動又俾人拉咗，咁然之後可能只能夠靠佢認識嘅朋友接濟佢或者幫佢嘅話，面對住咁多重心理上面、生活上面嘅嗰一種打擊，佢仲要進入監獄，進入一個佢完全冇人以前接觸到嘅環境裏邊。佢點樣去面對咧？點樣去過呢個過程咧？咁而家唔好講到就係話喺個過程裏邊，佢要不斷去適應監獄裏邊嘅生活嚇。佢唔能夠好似以往嘅方式同人傾偈，行為各方面同以前完全唔同嚇。咁所以都會見到就係話，慢慢我諗。囚權呢一樣嘢，可能係喺成個反送中運動之後，慢慢受到一啲覺醒香港人會留意注意嘅一個部分。咁當然特別係針對翻一啲青年罪犯啦。咁我仲好記得就係我就本身唔識嘅，係我諗社交媒體，所以你見到我唔係跟住啲 PowerPoint 你照睇啦。咁但係聽我講古仔得㗎啦。咁我記得就係響應該係舊年應該聖誕左右。咁然之後就有個其實我冇教過佢嘅，但係佢都係GIS 學生啦，即係我以前係教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咁有個學生咁然之後嚟揾我啊，有亦都揾阿楊 Sir 啊食飯啊傾偈咁樣。咁然之後後尾知道就係話佢讀浸大嘅時候，佢有個同我亦都上學生會。咁然之後就係話，可能有啲朋友都知㗎，就係聖大嘅係好似孖生兄弟。咁然之後係
我唔知係兩個定係其中一個入咗浸大，即係都係讀本科啦。咁然之後就佢諗住搞學生會，但係俾學校即係針對各方面嗰個情況。咁然之後慢慢佢嗰個暴動罪啊，慢慢即係佢犯事嘅時候就未夠18歲，咁但係因為拖咗咁耐啦，咁後尾又經過一大輪即係審訊啊各方面啊咁樣。咁當然。我知道阿興姐有探監啦，咁即係我識嗰個佢叫 Echo 啦，嗰個男仔，咁又探監，嗰情況都唔錯啦。咁但係唔係個個後生仔入去都能夠適應到，或者能夠響無論係心理上面，無論係即係精神上面各方面都能夠適應到呢？而更加多就係我哋唔認識嘅，更加多嘅其實我哋唔知道佢入邊發生咩事嘅。咁所以我諗正邵家臻本身響成件事本身貢獻就係話俾我知，究竟呢一班青年罪犯，特別係因為2019年因為呢個運動入到去嘅，究竟佢喺入邊發生咩事？佢哋喺入邊嘅遭遇會係點？究竟社會上面嘅人點樣睇佢哋？等等呢啲問題。咁當然資料準備方面嘅，當然有一啲簡單資料，特別如果好多朋友都可能未必認識到。呢一啲青年罪犯佢哋面對嘅遭遇嘅話咧，咁呢一度都係一啲資料上面嘅整理啦。譬如話心理壓力啊，或者係其實如果你話一班10零20歲參與個運動，但係經歷過佢哋認為佢哋認知失敗嘅運動，然之後再因為參與個運動俾人拉咗，後尾又俾人告暴動罪等等，你諗一諗佢哋面對嘅心理壓力、負擔或者甚至係創傷後遺症有幾大？即係唔好講我哋好記得，我哋頭一兩年嚟，你知英國好多時啲大時大節會放煙花啦。咁然之後好記得就係頭一兩年放煙花，我哋個心會驚一驚嘅，或者甚至係唔想聽到有煙花聲嘅嚇。咁因為你一定會諗到催淚彈啊嘛，煙花嘅聲、放嘅聲同催淚花放嘅聲真係好似啊嘛。咁當然而家已經冇好咗好多，冇呢一種創傷後遺症。但係諗一諗就係話喺個經歷過程裏邊，佢哋舊嘅傷唔好話治癒啦，舊嘅傷仍然積咗喺度。然之後喺個人生過程裏邊要經歷過要坐監，係舊傷加新傷，個傷患係不斷咁去累積。咁如果再結合翻，譬如話阿鐘 Sir 啊，我啊同阿楊 Sir 都有做節目啦，青少年自殺案不斷增加。咁諗一諗啦，其實你話整得成個，與其我話囚權青少年問題，就不如就係話響呢5年年青人面對住成個政治社會變遷嗰種扭曲，而佢哋身心靈唔能夠適應、唔能夠回應嘅時候，有一啲人就會選擇去結束生命嚇，或者甚至就算佢唔結束生命都好啊，可能佢都會選擇去自殘啦。咁我記得嗰陣時我自己教書咧，教過一間女校叫德愛中學咧，咁啊見過唔同形式嘅自殘，但係嗰啲係唔會死人嘅自殘嘅。譬如好多時就係話佢會 show 隻手，哇手幾花咁樣，咁啊即係好似大家好似爭妍鬥麗咁樣，就話你手花啲我手花啲，咁但係佢會玩到自己就唔會真係入獄，但係嗰一種自殘個過程裏邊就係話俾佢知我好辛苦，我好辛苦，我話俾人知我好辛苦嚇。所以你與其話佢係炫耀佢自己嘅傷痕或者一啲即係疤痕，倒不如其實調翻轉講就係話佢其實同佢講話我好做人好辛苦，呢個咁嘅意思。好啦，咁當然你話喺過程裏邊另一樣嘢講到探監啦，咁我記得就係即係喺運動結束冇幾耐，其實都慶幸都參與過同即係支援一啲青年我哋叫手足有關嘅一啲即係項目啦。其中一個項目就係即係其實我哋都有啲朋友幫手嘅，即係在座有一啲學術界朋友就幫手，就係即係見到佢哋喺入邊可能未必有讀到書喎，又或者甚至可能係即係未必接觸到一啲書籍，我哋就會用一個筆友嘅方式，但係其實就即係譬如可能我一度都有
段時間仲喺香港嘅時候，我嚟到呢度都有寫，但係後尾因為612案成個項目後尾就慢慢就冇咗啦。咁就係我哋寫信，咁然之後就係我寫信，表面上寫信啦，咁但係實際上就係話，即係譬如話可能你入邊讀緊一個工大函授課程，有啲咩唔識，你可以用信形式寫俾我，咁然之後我就會回信，咁然之後就會即係寫好多嘢啦。咁當然即係可能用翻我哋嘅專業或者用翻我哋嘅知識嚟到幫佢哋嘅。咁當然可能初期冇太大打壓啦，咁但係慢慢見到嗰個打壓越嚟越厲害，咁甚至即係嗰陣時你話寫實去，其實唔係個個都識寫嘅嚇，即係甚至有啲朋友都好熱心寫好多情感上面嘅嘢，但係可能對於佢嚟講咧，會係造成一啲唔好嘅結果嘅嚇，即係收唔到信啊，或者封信係俾懲教處沒收，已經係小事噶啦。咁甚至即係你會見到就係話，如果喺獄中嘅一啲囚友，佢哋真係太耐收唔到信咧，佢哋真係會好焦慮嘅嚇。咁所以點解去到嬲尾，甚至有一啲即係組織或者有啲朋友係真係要教我哋點寫信咧嚇，或者甚至簡單到我哋寫信過程裏邊，你千祈唔好寫信話啊，我喺日本玩啊，玩到好開心啊，即係富士山好靚啊。你千祈唔好寫呢啲嘢，人哋入邊咁慘，你寫自己咁 happy，啱唔啱先？係咪先啦？咁所以你倒不如你好簡單淡淡而寫你日常生活嘅經驗啊，可能講下明星啊，講下何生何太啊，講啲安全有趣，但係又會覺得有共鳴嘅一啲題目。咁所以寫信俾手足都係一個學問嚟嘅，係啦。咁所以咧，你會見到我完全係唔跟趴方講，咁你照睇啦。咁但係都係透過啲主題去到即係發揮我自己一啲睇法嘅嚇。咁當然你話在囚手足，咁我諗而家主流媒體都好難真係會有一啲專題報導，或者好似以前如果有蘋果日報啊，或者甚至仍然有一啲網絡媒體都會可能報導佢哋嘅一啲即係歷程各方面。咁就可能到而家，可能要到佢哋出獄啦，佢哋肯願意講翻佢哋以前嘅故事，佢哋點樣過呢一個咁艱難日子，先知道佢哋點樣過嚇。咁但係可能有更多嘅係完全唔知嘅。咁當然好似舊年咧，其實一陣間都會提到其中一張 stand 都其實提到其中一個，有時都透過佢身上面都知道大概會裏邊發生咩事。咁當然，如果你話有一啲即係在囚嘅一啲手足能夠即係我叫跨過嗰一個心理障礙啊，或者甚至係即係佢點樣去睇自己即係坐監，究竟係一個即係好痛苦嘅過程啦，定係一個重新去調整自己啦？咁當然都係同自己性格有關各方面啦。咁都係一個每個人同一個監倉，但係又唔同遭遇經歷反思嘅一個面向嘅嚇。咁當然，如果你話有一啲囚友，佢都會可能會覺得就係話，監獄唔單止困住身體，係困住表達同自由。正正就係因為監獄嘅世界同佢未進入監獄之前世界落差實在太大，而過程裏邊佢唔能夠真係克服喺監獄裏邊特定嘅嗰個環境。Next。咁當然更加大問題就係讀書啦。咁仲好記得，在香港亦都有聽翻裏邊嘅經歷。譬如我哋會搞嗰時試過搞個咩咧？就係話我哋不如整一啲 newsletter，咁然之後就你可以就住特定議題，譬如可能有啲數學叻嘅，或者可能我自己就寫歷史啦，或者可能政治就唔得噶啦。咁啊，不如轉用歷史個銜頭，咁可能寫啲即係當然可能我寫就都係一個學術訓練，可能都比較嚴肅少少嘅課題啦咁樣。咁但係大家都希望透過用一啲唔同形式，令佢哋繼續讀書。我讀書意思唔一定係一個課程，唔一定係一啲即係一啲學位個方面。最重要就係話佢哋能夠繼續學習。倒不如我哋話，希望佢哋就算獄中，佢哋個過程好難過，但係希望佢能夠繼續學習。學習係伴隨佢能夠
喺個過程裏邊稍為有寄託一個好重要部分。咁所以我哋嗰時有整一啲即係newsletter 啊各方面咁樣嚇，我哋會睇住個標啊，45分鐘完嘅，係唔需要擔心啦嚇。咁當然你話即係我做個項目，我過咗嚟冇幾多，慢慢冇咗之後，跟住點就真係完全唔知。但係好明顯一定肯有樣嘢肯定就係話喺獄中裏邊圖書館費嘅嚇。而家好少少啦，即係而家可能就係話有工大嘅一啲課程咁。就譬如話見到有一啲都有如果有家屬支援各方面嘅，咁有書讀就好啦。咁但係有更加多咧，其實好多家屬咧根本佢經濟有困難，或者甚至係喺在囚嘅手足，好多時佢係生活支柱。咁結果其實究竟喺而家呢個狀況能唔能夠真係幫到佢哋？特別係一啲好物質上面。咁所以其實大家知道喺英國有一啲即係組織啦，亦都幫緊佢哋啦。咁甚至會用唔同形式，即係有限度係幫助，即係會用一啲安全形式係支援緊香港家屬，即係手足嘅家屬，令佢哋嘅生活能夠好過啲。即係當然你話完全全費就真係好難㗎啦。咁但係少少錢都有好過冇嘅一個咁嘅幫助形式啦，咁樣嚇。咁樣咁可能大家聽過即係呢一個即係其中一樣嘢啦。咁就算你話出到嚟，咁特別如果你係國安罪犯出過嚟嘅，亦都可能聽過好多講法，就係話出到嚟佢想正正經經揾份工。咁但係因為出嚟你唔係出嚟咁簡單嘛，出嚟仲要受到監管啊，可能你嘅生活都要受到監察觀察啦。好聽啲叫觀察啦，但係可能聽過一啲更加衰嘅狀況，就係話我諗住正正經出嚟做嘢，咁然之後個老細咧唔知點解就收到啲信息，就係話喂，呢個人暴動罪，國安法坐監，你做乜請佢啊？嚇！咁結果搞到佢揾到嘢做，即係差唔多講得衰啲，就逼到佢即係行絕路啦。咁然之後有另一種啦，如果你有一啲手足，可能佢同啲組織有關嘅，就真係會就係話。幫我做線人收料，揾翻以前朋友，然之後你話翻俾佢知，佢哋做緊啲乜嘢？你知㗎啦，國安經費啊嘛，咁 keep 住拉人 ，keep 住有錢收，我咪證實我存在價值，我繼續跑我 KPI 咯，其中另一個形式。咁所以即係我諗呢一樣嘢已經係超越咗囚權呢一樣嘢㗎啦，就係話，就算佢出到嚟，唔好話自由啦，唔好話揾食啦。佢其實都係喺一個大監獄裏邊繼續坐緊喺度，甚至講到就係即係佢喺入邊嘅過程裏邊，即係俾懲教處嘅職員針對啦，或者甚至即係如果你話睇下遵嘅書裏邊都有好多唔同形式。我諗頭先無論可能即係清橋啊，或者鐘 Sir 啊，或者各方面都講咗好多唔同嘅一啲例子，都會講到就係話佢哋即係少少係被針對啊，各方面嚇。咁當然亦都即係呢度譬如話你 PowerPoint 裏邊都有講到㗎，就係話即係第一佢點樣接受自己係一個囚犯身份啦，名變成一個編號啦。第二樣嘢就係話為咗要即係唔好令佢哋一齊咁打傷佢哋啦，唔同嘅倉啦各方面。第三方面啊就係話即係究竟有幾多嘅一啲即係獄中手足能夠令到自己喺個過程裏邊能夠好過少少啦。即係可能佢會透過宗教啦，有啲人會信教啦，有啲人會書寫啊各方面啦咁樣。咁當然亦都喺過程裏邊佢哋都要好小心去做。咁你知俾人搜到一啲嘢，然之後懲教覺得，咦，你啲嘢有問題，咁可能就會入水翻房噶啦。好啦，咁當然喺個整備過程裏邊咧，我突然間開裏邊就諗到唐英傑案嚇。最主要原因就係話佢第一個因為國安罪入獄都判得幾重嘅嚇。咁另一方面咧，人哋喺入邊受到懲罰都已經夠啦。然之後而家去到舊年，咦？點解突然間變咗呢一個人版咧？
點樣突然間即係會變成一啲即係官方媒體嘅政治宣傳咧？咁背後意義喺邊咧？即係甚至大家都可能知道就係話而家喺入邊錯嘅，甚至要接受所謂洗腦教育啊、國安教育各方面啦。咁所以而家嘅懲教已經唔係懲教噶啦，而家嘅懲教其實我諗同香港嘅大中小幼稚學生一樣，係要接受國安教育，接受呢個洗腦教育務求係令到佢哋嘅思考，無論佢哋嘅價值觀咧，都要徹底地清洗。完全否定自己過去做嘅嘢，或者甚至可以咁講，就係話合理化而家政權所做嘅嘢。咁當然度我會掂少少關於石牆花嘅一啲部分啦。咁譬如你會見到即係我諗邵家臻可能係第一個，亦都可能係最後一個點樣將囚權變成一種政治論述。雖然阿臻佢好否定自己話呢一樣嘢有政治性但係佢讀福咯，大家都知啦，語言係政治啊嘛，唔好玩啦。咁所以即係當然阿鄧炳強未必識呢樣嘢啦。咁但係作為文化研究，咁大家都知就係話你點樣透過語言改變人嘅諗法，改變人嘅思維，佢睇嘢嘅面向譬如話我哋講到囚權。囚同權根本冇人放埋一齊嘛，囚係囚犯㗎啦，權係權利啊嘛。你坐監邊度講權利啊？作為一個普通人，一個 general public 唔會咁諗啊嘛。但係我點樣將囚權放埋一齊，慢慢去到改變一般人嘅諗法特別好多喺入邊坐緊嘅手足，佢會覺得我入邊坐過多幾年，我係咪會俾人遺忘呢？我係咪真係俾人唔記得呢？我19年嘅付出犧牲係咪會變成 condom 呢？我諗好多在囚手足都會有好多嘅疑問，甚至我都有聽過有一啲坐完出嚟，譬如我有識啲區議員，佢話有啲坐完出嚟係變咗另一個人，即係有聽過話變咗藍絲又有，返大陸飲喜茶嘅又有，乜都有嘅咁我覺得你問我覺得用一種理解嘅態度睇佢哋呢種變化，因為佢正正就覺得佢喺入邊太孤單，佢喺入邊冇人理。咁我要生活，我要生存，我要適應啊嘛。我變到佢哋呢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嘅道理都好相似啫咁樣。咁所以正正就係因為呢一樣嘢，囚權呢樣嘢咁重要，唔單止係實實在在囚人士嘅權利，其實更加重要，我覺得更加重要一樣嘢就係話點樣喺觀念上面、思維上面、認知上面去改變我哋嘅諗法，呢個先至更加重要。我又衰啊，我又唔係跟卡 PowerPoint 講嘅，呢個 PowerPoint 係俾學生咧讀書同埋 Open Book Exam 抄嘢用嘅，唔係上堂真係逐個字讀就變咗主播噶啦，會係。好啦，就當然你話由一個社工議員到囚犯成個過程裏邊，我哋作為一個外人，當然覺得對佢人生係一個好大嘅顛覆啦。但係可能對邵家臻嚟講係一種，我哋用一個宗教講法係一種我哋叫做一種修練啊，或者甚至係一種鍛鍊嚇。講修練鍛鍊就係話，我哋點樣透過生活嘅經歷，我哋唔單止冇俾生活經歷擊敗，我哋點樣透過生活經歷裏邊發掘新嘅知識、新嘅語言、新嘅視野、新嘅諗法，嚟到重新去思考呢一個主流社會對人性嘅扭曲，對體制上面對人嘅嗰一種侵害或者甚至我會話制度係會食人呢一種咁嘅狀況。咁當然即係過程裏邊佢喺獄中嘅一啲書寫啦，佢出獄之後嘅出版啦，各方面係一個唔單止係一個佢個人經歷嘅一個反思，更加重要一樣嘢就係話佢係一個好重要嘅歷史記錄。咁所以同埋另一樣嘢咧，其實都好重要，就係話邵家臻係一個好多產嘅
學者、好多產嘅社工，亦都好多產嘅一個專業從業員嚇。即係當然你話學術界多產就係一年出3篇 Journal A，要 ban A 嘅文章啦，各方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佢真係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可能比較少人用呢個角度去咁講。但係如果你話佢寫文章嗰一種反叛性，我哋話對於如果話反叛性，倒不如就係話佢要顛覆呢個制度，正正呢個制度食人，我哋要顛覆呢個制度。如果唔係，我會俾佢食咗落肚。呢一種咁嘅諗法。咁所以有石牆花啦。咁當然即係石牆花。如果大家我好記得，如果諗起石牆花，我諗起一個畫面，就係我嗰陣時返港大，咁然之後一定係有個巴士站喺港大前1、2個站，就係行上去聖 Stephen Girl，然之後有個牆，咁然之後有幾棵榕樹。咁當然佢唔係花嚟嘅，佢其實係一棵榕樹。但係你係一棵榕樹，唔係一個牆嘅牆啊，都可以種到一棵樹。其實石牆花，我覺得更加重要嘅一針見血嘅嗰個本質就係生命力。我哋點樣一個咁困難嘅環境，冇泥土養、冇養分嘅環境，仍然能夠一個生命力，呢個先至更加重要。好啦，當然你話囚權作為倫理同埋抗爭，咁當然喺我以往訪問裏邊，其實喺我準備個資料過程裏邊咧，即係都發現一樣嘢好得意，就係話要揾翻佢以前嘅一啲訪問咧，其實真係唔容易嘅嚇，因為好多嘅一啲訪問可能因為政治理由落咗架啦，可能有啲媒體冇咗揾唔翻啦，甚至我嘗試用 ChatGPT 幫我準備呢一個項目嘅時候，我發現佢好多嘢咧係似真還假，似假還真嘅，所以後尾好多我都冇用到，後尾我都要抄翻呢2本書去將佢補充翻。咁所以咧，結論就係話，如果個學生用 ChatGPT 做功課啊，係真係好易捉到佢，因為一睇就知你嘢流啦。你以為你自己好掂好醒啫？我作為呢個行內人一望知就係話，喂，即係我試過一樣嘢咧，好深刻印象就係話，點解戴耀廷教授2020至20有學術論文出咧？就係俾 ChatGPT 陰嘅，呢樣嘢係真嘅。咁所以千祈唔好信 ChatGPT 所講嘅嘢啦。咁但係呢啲真係會放入去，譬如話監獄永遠係自由嘅燈塔。你會見到阿邵家臻去到書寫嘅過程裏邊，佢係既係有寫監獄裏邊嘅辛酸、監獄裏邊嘅腐敗、監獄裏邊嘅扭曲，但係同時都有寫個監獄作為一種我係叫做修練啊，即係修行啊，應該叫修行。即係頭先我諗唔到嗰個中文嘅關鍵詞修行。我哋話一個宗教裏邊修行係一個升華自己好重要嘅過程，而我相信邵家臻喺獄中裏邊嘅修行，特別可以反映到喺文字上面，佢點樣睇監獄裏邊各方面。每個人睇佢嘅文字會有唔同嘅感受，有人會流淚，有人會憤怒，但係更多人會覺得會令到自己更加清醒。雖然清醒會好痛苦，但係佢覺得清醒係更加實在嚇。正如我自己學占星啦，有借少嚇，即係沒有一種覺醒是不帶着痛苦啊嘛。雖然係痛苦，但係嗰種覺醒嘅痛苦係更加真實，嗰人更加真實。正如就係話監獄永遠係自由嘅燈塔，當有人喺監獄裏頭，就會有人關切，有人關切好重要。追求自由嘅火唔會熄滅嚇，咁所以佢嗰個象徵意義非常之明顯。好啦，甚至係一種記憶政治啦嚇。好記得講記憶政治一定講到哈維爾啦，咁新哥或者甚至係阿清橋都會有講到啦咁樣。咁如果你話放翻2020年代所謂記憶政治，就係話呢一班參與過運動嘅人，唔會係因為佢喺監獄裏邊，唔會話因為已經過咗5年啦，即係你所話2019到2025都已經係超過5年嘅時間，2020啦5年啦，係咪真係遺忘咗咧？係咪真係唔記得咗咧？係咪因為冇媒體報導係真係灰飛煙滅咧？即係坦白講，你話喺國安法之下香港冇被報導好過有被報導嘅，有被報導即係話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咯。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即係話你自己醒定啲啦，因為你自己接埋，因為你俾人接埋啦咁樣嚇。咁當然即係正如響即係我亦都有引用一句啦，政治犯係有重量。當我哋話唔好忘記監獄嘅手足嘅時候，意思即係話依群人有感召力，或者當抗爭冇用，坐監就成為咗運動嘅燃料。我哋喺場內受苦，燃燒場外嘅人嚇。場內人入獄，佢最價值就係正正係令我哋繼續記得佢哋，記得呢個運動，記得呢個運動裏邊每一個參與過嘅人。好啦，咁當然成番結束之後係咪冇呢？咁所以呢，我覺得更加重要嘅就係話，雖然你話冇咗大同冇咗組織，正正係因為而家國安法或者甚至係政治打壓之下，我點響香港嘅朋友喺香港，我係繼續做所謂囚權，點樣繼續落去呢？好啦，有10分鐘可以問問題，太好啦。咁所以就會有候鳥啦。咁我好記得候鳥再做一樣嘢就係話，唔單止幫在囚，甚至係佢哋出嚟之後，好多係冇嘢做或者冇人請佢，咁點啊？我咪自己搞檔嘢，自己請佢哋。然之後最記得一樣嘢就係話整月餅。咁我好記得就係話舊年訂月餅咧，就真係好似咧1975年咧越南淪陷，跟住咧坐咗一班機離開越南去外國嗰個經歷就係話，好記得就係話，哇後年出月餅喎，咁樣跟住訂啦咁樣。咁然之後過咗兩日之後就話候鳥佢整月餅嗰檔嘢就俾政府冚檔啦，冇得訂啦咁樣。咁我就驚我月餅得唔得？咁呢啲資訊邊個啦？我唔好講邊個啦，而家錄緊啦。咁然之後冇問題啊，你應該冇問題咁樣。我哋會話呢啲組織其實佢哋用好似石牆裏邊嘅罅樣，總之有罅有窿嘅地方，我就盡量將養分滲落去，有幾多幫幾多。佢舊年有嚟過，咁然之後，我記得舊年因為仲有好似有電子護照嗰單嘢咧，我亦都好擔心就係會唔會有一啲佢哋有啲人坐完，跟住覺得我唔想香港住，我想嚟英國，就算我唔識英文，我就點都好，我都要搏一搏，我都要試一試。咁但係好彩而家即係啱啱郭子健搞掂咗啦，即係我諗佢都好重要一個好倡議者就係話唔好話因為我坐個監攞到唔到政治簽證咁樣各方面。咁然之後啦，咁另一個啦就係一個即係歌手啦。咁如果你有睇佢嘅一個佢應該係面書定頁咧，應該係 page 啦。咁我記得就係話最主要就係在囚人士嘅物資好唔夠，佢一定會定期會有一啲貼就係話唔夠某一隻牙膏、某一隻底褲、某一隻洗頭水各方面。第三個啦，眾籌書啦。咁其實最主要就係阿二大仔啦，阿彭亞玲啦。咁就啱就之前就係話，好記得佢有個貼嘅就係話有一個在囚手足咧，佢對占卜星上有興趣，咁於是咧就希望有一紮占卜星上嘅書咧，希望能夠募捐到。我唔知有冇師傅可以幫幫手啦。呢啲我就幫唔到，因為嗰啲書我自己都冇啊。好啦，作為總結啦，咁就囚權係一個倫理嘅試驗。嗰個試驗我最主要幾方面嘅，嗰個倫理試驗就係話我哋有冇遺忘。第二樣嘢就係話我哋點樣透過囚權去重新認識，即係呢一班為運動付出犧牲嘅人，佢獄中嘅權益。雖然我哋唔能夠喺主流媒體、喺香港媒體見到，但係我哋會仍然有唔同嘅方式方法去到關注呢件事。即係譬如話，你會見到唔同嘅 CIC 都會搞一啲寫信活動啦，喺呢一度嚇。咁正如喺第三裏邊有句説話，我哋冇得揀自己活喺邊個年代，但係我哋可以咁樣點樣活，即係我哋冇得揀自己活喺邊個年代嚇。即係有啲朋友講話，如果我早10年出世，咪好咯咁樣。點解而家出世咧咁樣？但係我哋可以揀點樣活喺呢個時代，我用咩形式、咩心態，點樣活呢個年代。咁所以就無論係寫信啦，無論係繼續關注啦，各方面。
咁當然，如果你希望，如果我哋話香港館未來會唔會有一個真係講囚權嘅展覽啊，各方面啊，咁都係作為一種喺香港唔能夠做呢一啲題目，但係喺英國或者甚至希望世界各地能夠關注香港、關注運動，囚權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題目。希望即係睇緊呢個節目直播嘅朋友，或者係睇現場嘅一啲朋友咧，仍然係關注呢一個課題嘅。咁我嘅報告係咁多，多謝各位。係啦。係啦，有啲咩內幕嘢，我可以喺一個隱瞞個人信息嘅情況之下可以講嘅，係啦，知處理，知點處理㗎，係啦，即係甚至係會而家就希望會唔會香港嘅組織，譬如話有啲香港手足話，我真係唔想香港啊，揾唔到嘢做啊，俾人逼得好辛苦。咁會唔會呢度有組織？譬如話例如港援，會唔會做一個 bridging 或者 orientation 角色？話有啲香港坐完諗住過嚟，我呢度可以有組織可以幫佢哋做迎新營，有組爸做媽，教佢哋點樣適應英國生活。咁都希望做到啦，或者希望我都幫到手啦喺個過程裏邊。咁我哋再俾次掌聲，多謝。好啦。